最近这几档桃园有真侪建案，监管处嘛统计讲，最近2档工地安全违法的定证案件都有208件，大部分拢是违例的问题。市政府嘛制定工地违例标准化，望讲会当来减少工安的风险。即马桃园真侪所在拢等咧施工，去年开始推动工地违例的美学，今年大成定出工地违例的规范，甲施工违例的关度、材质、甲警示的方式统一。而且要求伫咧车路挖角的所在，会当看探对对向去，减少争议甲工安的风险，提升民众伫咧等挖的时阵视线的安全。按算4月初1实施。对我们营造业来讲，标准是统一，而且我们各工地才会有依可循，每个工地的发包项目都一样，才不会每个工地都会形式都不一样。根据监管处的统计，最近这2年工地安全依护措施确实的定证案，拢总有208件。以违例啊挖角无透明、有破气甲防疫做，抑佫有过路人安全走廊上较济，失败伫前3名。为了解决桃园施工违例啊设置的标准无共款的问题，监管处整合各部会法规，推出违例啊标准的图，业者会当使用公版的申请表，就会当对照工地设置违例啊敢是有符合规范。例如说，转角处必须要有透明的围篱，避免交通安全。然后基础设置有一定的安全规范，避免强风的时候会有公共安全的疑虑。监管处表示，施工的违例啊是工地安全的第一条防线。伫新的规范内底，新增加车路挖角的所在，违例啊都要设置半透明的，互要转挖的人视线会当更较清楚，减少烧矮的风险，提升施工区域附近车辆抑有过路人的安全。另外，针对抓人潜在拄着风台的情形，设违例啊嘛有固定的标准，来降低倒去的风险。公司新闻桃园报道。